邵小凤为此相救李凤春，不顾三女虽死，敌为到林府老乡，寻林来太太当面拒绝。那么个林来太太呢？叫他自从了市区唱堂会的辰光，看见李凤春啊，心里想来得个欢喜。因为来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后生让婚外经商，小儿子贵生呢优柔顺发，丧子之痛啊，这个来他家一蹶不振。自从看见凤春之后，就说个凤春非但这张面孔像自家的儿子贵生不收手，而且这条声音还是像自家儿子，所以来得个欢喜，认作自家亲儿子。再说现在凤春来上海滩一炮当红，现在名气响得呱啦啦，来他心里想心花怒放开心。想不到今朝听见凤春被了流氓帮骗这个事体，三个欧来决定。看上去我民工里向该夫妻这样一个好儿子了还，那么哪弄法呢？引据这个些辰光，里有个姑娘叫小妹，挺身而出，说妈，你放心，该啥事体我来想办法。你还记得当初辰光到市区屋里向啊，有个前辈叫阿四，走至10几年，后虽来到上海去发展，听说现在没好了还，让十六铺码头相当对得住。有啥个事体，寻上你总归帮得平。倒不是去寻寻你，出现寻上阿四了，凤春搿桩事体好想办法相救。说没好，可么你后再去吧。一个小姑娘讲子，到十六铺码头，各种地方叫三教九流，地痞流氓恶棍叽叽呼呼的了，都是危险。那么个小妹想起个办法。预备楼帐，顶浪向头发盘起来，打顶铜盆门，身浪向围着一件长衫，脚浪向一双小油看鞋子们，准备到外滩去打听门信。啥天到外滩，因为外滩离十六铺比较近，而且这个地方三教九流，各种各样人侪有。哪不要紧够到外滩，现在已经夜里向7、8点钟的辰光。十里洋上外滩头浪向是叮叮难满的地方，代表哥你要去打听李凤春的消息，真是为大海捞针，太不容易。几个秋子对下来，一点点消息没得，他们哪弄法呢？小妹一口没，这口去边浪向一杯茶馆店，让我到里向去坐一歇，一方面可以歇歇脚。休息休息，二人之间了，从前各种茶馆店叫八开衙门，社会浪向新闻，大家在浪里向谈谈说说，顶好么到茶馆店里向能够打听上凤春的消息。注定你的踏进茶馆店，身体受定脚趾一无所。现在小妹在四面的浪看。不晓得哪里浪口，一个人质疑呢上游者，杀人一个地痞流氓叫夸之阿三，这个朋友是口出狂，差不多当个漏水。到了外滩，现在讲起来第5，看见小妹一个子嘟嘟走前前走，墙上有心事，哦哟，这种样子非常本地人。弄得不好听，这口里一撇，刮地雨丝。现在看见呢，大进茶馆店里向家家上家宴，通跟哪等过来，身体受定，自动的来打伞。小兄弟啊，听见声音对不过来一看，一个男人，头浪向一顶阿是顶帽子，身浪向斗大。
浑身没腾出的，一口血泪没我强的。那么人家当我讲讲，我不回答不理嘛，所以已经对不走来。哟，来到，这兄弟啊，还有啥事体？我看呢一口子辣外滩多做随地走，想说有啥个心事辣海吧。啊，我看那个种样子，不像是上海人。我跟你讲，你上海人做事体，陆海、四海，欢喜帮别人讲个忙，哪有啥个难处？尽管开口当个不讲。这兄弟啊，哎，请问你是啥地方人啊？我啊，父母你讲，我嘛，苏州人呀。哦，你倒是苏州人啊？是啊。哦，不过，来到，啊，听你个声音，好像你也是苏州人哇。你多凶个！啊，父母难说，到上海文子年祖父说，家乡口音已经改不得呀。哦，那么这样讲起来，你也是苏州人？苏州人嘛，你没好。苏州啥人话啊？我啊，啊，苏州市口临漳。市口临漳。听得讲市口临漳，这个夸子阿三一上水推特不差。啥体嘛，你还是市口临漳人。那么呢，各位我说啥不错呀？这投资夫妻搞比赛，大家同乡同村，而且同长，弄得不好，为规定亲啊讲了海。今朝假使考虑做讲说法，等到留下来再盘头的说法，这个大家难为情的。那不进，那么那弄法呢？实话怎么做来这样？还富裕几啥？啊，三兄弟，那市口临漳人，对个啊，天下世界的事体，就是个地很不像。啊。父母难说了，哎，我也是市口临漳人呀。那么这样讲起来，你也姓林？哎，我姓林嘛。来着，我得要请教你真姓大名噻。大名的姓名的，这个么子我不欢喜。我这个有脾气，欢喜弄堂里把毛头十八人干。哦。哎，那么今朝个事体，也算派堂的呀。什么？哎，唔差。哎呀，我也是市口临漳人呀。啊。那么张浪乡的人呢，叫个夸子阿三个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这么叫夸子阿三，我看人头个。假使当然说个说法，大家也好个，我肚皮里向闲话全部也讲不难听个。哎，假使当然第一周盘头个说法，我个人实力做得的滴水不漏呀。真的？哎，想不到，今朝我刚刚出来，谁把那个动向？没喊，让我来问问你。来到。那啥？记住你是同乡，那么我还可以叫你阿三。没好啊，这个亲一点哇。好个呀。那么你叫我阿三嘛，我倒要请教你，这兄弟啊。啊。你叫啥个名字啊？你问我姓啥叫啥？这我哪好回答呢？你问我啊？哎，咦，这兄弟啊，我问你姓啥叫啥么？用不着上书都太嘛。阿三，哎，父母你讲，我今朝出来寻。哦，那寻。这寻字，听见你讲寻，拎出陈女人一斤努力速度扣上去，来寻西路的。小兄弟呀，你年纪轻轻，这条路万夫若高。我跟你讲，上海滩浪向跳黄浦寻西路的人交交关关，才是啥个娘人。我讲点不难听听，懂不懂你？一家人家倾家荡产，全部都无后，家猪啊死脱，500面孔做人跳黄浦。还有个种吸鸦片7、8分，冬天全部吃完，那么年头上来难过啥子跳黄浦。还有个种做股票个，啪滴得塌糊涂，一家人家全部下脚，那么不下去跳黄浦。你年纪还轻了呀，将来还有将来，可第二路万夫若改。阿三，你呢心太急，我闲话一份讲光了呀。你快点呀！我出来不是寻西路啊，我这个寻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寻。我晓得这，不是寻西路，
那么到上海滩来嘛是寻生意来的。啊的，哎，我当你讲，上海滩寻生意啦，五花八门，样样侪有。你记得，黑的、白的、推枪、步怒，样样侪有。总而言之一句闲话，你包在动地不对改。阿三，你那一斤说断我个闲话讲，跟你讲个话题呢？我当你讲呢。我不是出来寻戏路，也不是出来寻生意。寻啥么子呢？我来寻人。寻人？那么我真个明白噻。真的晓得着？晓得着哎。南苏州台湾口到上海来是来不想，那么到这个高支部到外滩南马上河人多么高支部隔3次，你老寻高支部啊对，搿来么南门开不进来，也和你个师傅特别的，你师傅呢知不落啊？到上海滩就和你说了，一个师母一个高支部，一今年跟你到上海来不想，不答应，少几门高支部跟拉身半边。眼水败家，不是有这样，而是看来你要和你师傅在。那么这样讲起来，那个师傅的还是苏州人啊？苏州人林章。哦，哎，厉害厉害，看上去，你个师傅随着我也寻个对前这个阿师，让我问下去。阿三，哎，三兄弟啊。你也晓得我来寻啥么子？你不讲嘛，我哪晓得？我来寻你上水呀。寻上水哦，那么我晓得个。你是买李家当的。哎呦，上水下水搭档是马当，对？不对，不对。哎，你唱话几个？大不是个。要么你是14岁生。哎。但不能猜着着呢，14岁生，哎，那么对个着，那么对个着。哎呀，我牛说，那先上岁，搿种忙不动呀。这个上岁了，中岁了，下岁了，30岁了，你到随便结婚。14嘛，我晓得，3高头3个档，2高头双档，1高头单档。对。不少个中岁了，30岁岁了，还差大不呀？是了。是呀。搿么男子下岁嘛，胖得龙在。比刚来刚刚，你讲闲话的辰光，已经来火嘴里吃了吃，口上去的是有点娘娘腔的。哎呀，娘娘腔嘛也难听着。我嘛已经做50岁个呀。搿种已经去三家，搿种角色，到达生活里向来噻。啊，你是14岁生。对。我晓得呢，因为我个师傅了，从前日天日啥个辰光，要你顺风凉。多吃子点嘴，一斤14本你听。哦，哎，那么我听说了，还是跟你师傅跟出来的呀。根本是刚讲起来，你也欢喜听诗。我欢喜听诗吧。阿三，哎，我也讲出来。既然你欢喜听诗，你应该晓得，不上水这个是师傅理去的呀。我来晓得你讲，因为你同乡嘛。我今朝出来寻个上水，这个名字叫李凤春。叫李凤春？对，李凤春。假使你晓得那个先生，也能讲点拨我听听。哎呀，听得个老人为眼头呀！天下世界事体哪会这样吃？一粒粒自杀菜底，一滴水滴在油瓶里向，前吃寻个是李凤春要介绍，心里想蛮得意。三兄弟啊，阿三。你要寻李凤出门呐？今朝我有2句闲话要告诉你在。哦，三兄弟，人人都当吃饭呢。吃开口饭更是难上来，说是唱戏也为主，我并非把个车子开。2字
要分开。对讲起你是不委屈，谁是当头第一位？女人谁看有人碰？名角儿哪个不是碰出来？三江巨流江雨光，脚上人对得住，无人吃得开。大路继续走，阳报平人。自以为是要不得，无依无靠，只好离开上海。名角来后先把客，李禄个人上所谓，鸡呀鸡娘做靠山，不让谁靠老头子。碰上送货来，心不好里么当家后，包当听跟谁送谁来，四面八边方是好等人。身为吃上西菜，节上气氛等是热起来，气氛本是三分碰。掌声里里响是来，一飞冲天随红尘来。是时候咱们为进决，目空一切是要求快。只有你来并不实，身在江湖与马飞，只有十来夫妻你，水浒传的这样够的美事嘿。人生大路时候追，
枪开。世上360行，各行各业有谁管？谁让你这个是？你只好吃西北风是吧？乃是目前行情在于海云来，现在这个种样子一毛不拔。上海滩浪向看上去蛮难文化气概。哎，你也晓得，哪怕一个名家巨人，让上海滩侪有人歌王爷、歌王娘。不人表示，有一个女大汉叫丁来堂，李水堂浪向的几儿子娇娇乖乖，搿种名角儿侪是里个歌王儿子。哎，侪是样都是搿样子，一毛不拔，伊吃西部风气呀！今朝我夸住阿三，只再夸一点，退了我有3000不了呢。你要寻那个李凤春啊，叫游在天边呀，近在眼前。好，游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看上去，我要寻个阿师，谁是你个师傅？让我问下去。阿三，既然你欢喜听书，你应该晓得呀。不过上水，我现在连书也不会识字。假使你晓得那个三岁，还能讲点给我听听啊？搿来你当我养母子哇！我话来年多呀，是听之不善你所在。哦，蛮好。哎，你既然上水任务上，不要紧吧？你一个字上帝对当自己放弃了哇！哦哟，来年都懂个内行。是哇。不过我做过下水，担当放不来个呀。三哥，这位做下水，担当放不来个，不会个。你是个40岁哇！哎呀，我笨呀！你笨？可是我话没办法子。你要寻李凤春的说法，只好去寻你师傅噻。你当师傅？你当师傅啥人啊？你师傅顶欢喜2桩事体。一桩听书，还有一桩搓麻将。搓麻将？你懂个呀？搓麻将搿桩事体，还有剩下来500点500辰光的呀，是啦。那么现在看起来，你都师傅辣海搓麻将了。弄得不还搓麻将？那么阿三，我再问问你。你讲。你当师傅你姓啥叫啥？不好意思，难为人在。我只晓得你师傅姓林，林庄浪向姓林，名字不晓得个。名字不晓得？你个点学生子侪不晓得。大家侪叫你林老板，林老板，林老板了，让十六铺码头还有名气响得呱啦啦啦。这个阿三，你还能打个电话不哩？打电话不哩呀？寻不上。为啥？你刚刚不是讲的嘛？你辣海搓麻将呀？你不晓得住了啥地方的呀？搓麻将我猜想呀。这个。那么你欢喜听书，欢喜搓麻将之外呢，还欢喜不想女人。所以你已经不许个师母到上海来呀。可至于是在天天女人翻花团，跌了花堆里向。这兄弟啊，我别堂子不想女人，就是你师傅打出来的呀。搿种事体我非要听个呀，阿三。搿来难不懂。上海滩问搿种事体不能不懂。而且我当你讲，你要寻个李凤春啊，弄得不好，谁关了搿种地方？那个闲话不是虎穴，亦得虎子。对，我辣临高这家的辰光，赖太太已经讲，上海10里洋场无奇不有，搿种地方，我哪可以去哦？
小兄弟，今朝随便那哈，你一定要当我去寻上你的师傅。今朝一定要寻上你师傅的。是呀。哎呀，那是我为难一种。你师傅叫居无定所，是个然后实在都不够了，这个是寻不上。啊？不过呢，反正，三手里是个然后我不晓得。但不过每天夜里向，你总归要到外滩来一趟。好。因为搿种漏财不财的事体，不仅保不平的事体，半夜里出面的呀。不过阿三，外滩这干头，我到小然后去寻到师傅啊。因为呢，看了大家东乡面浪向。今朝我讲不难听。没哈。你师傅夜里向外滩烧上火了。那个。带过石刻门往上看见，看见着，睡了搿个里向，睡了搿个里向，没害。阿三，这个，要么你带我进去拜访你的师傅。哈，看了铜虾米浪向，一句闲话，跟我来，来着。大致三妹两高头，到石刻门房子里向一门，里头个师傅还分走。两高头刚刚一追，只听见背后呱呱呱呱呱，来自三个人，为首为头一个，头浪向铜盆帽，身浪向黑颜色的衣裳，戴一副墨镜，嘴浪向叼一根三角烟，边浪向两个彪形大汉保姆子们踏进石刻门房间。这帮与当中啊，你身体15天嘛，后头我们砰关上，阿三一口嘛，小兄弟呀，今朝你云得还讲，你师傅来追哦，绳子里指个方向，一口，实在是阿四，就你的美海，辣临高的辰光。我是领来他那个技能，你呢是个带钳子的，我是指李是薄，根本我会怕的少，所以已经哇啦一声，喂，阿四，这个称呼上有不能开的，少人对着两头插他个蛋，叫我阿四，不知谁高一往身体浪向啪一跺，对不走了一口嘛。这面孔这个大面容么啥？啥人家？来是听得个大，小妹麦子一头，头发披下来，踏上一步。阿四，你再看清爽，我到底是啥人？不但头发披下来，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小妹哇！到底了往临江做起10几年的前辈，现在看见小妹来，有劲立起来。我当啥人？原来是小妹来！
好，谁是我？今朝叫5日不等300的，不知今日光临如何归故啊？那么就要讲清的冯成礼后口，请听我一位。平台活字典每天第一点，手印。你晓得现实生活当中啊，有辰光用力用得不得当，哎哟，不灵，搿只烟表达在叫手烟，就是讲用力过头，伤到子烟在，搿么介绍喉咙还会得受伤个。因为从前个手术先生蛮辛苦个呀，有窄肠、中肠、腰肠，有辰光还要去闯堂位。搿喉咙过于疲劳，或者是生病在重感冒在，随会得手印，严重个是连得开也开不出来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叫切印，搿个呢是指塞疮个辰光，沟边个视眼啊，回分出口已经模糊不清，三角已经被你切脱个在。牛印呢会得有2种，一种嘛就是先天性个大石头，搿个实印、次印不大清爽个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搿朋友蛮心急个，可以直接菜，闲话没讲得太快，噼里啪啦连带菜，侪关心一句闲话，再有一个是总归把你切脱，搿个呢还是一种疑病。